第98篇，勸民歌頌耶和華之慈愛救恩。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。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，紀念他向以色列家所發的慈愛，所憑的信實。地的四極都看見我們上帝的救恩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，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，要用琴歌頌耶和華，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，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。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也要發聲。願大水拍手，願諸山在耶和華面前一同歡呼，因為他來要審判遍地，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，按公正審判萬民。